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在今天的主日来到你的当中，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有谦卑的灵在当中，圣灵与我们在，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能够蒙得着益处。也求主保守我们以下所有主日的流程都能够顺利，圣灵与我们在，让我们愿意来听你的话语，跟随你，求主帮助我们。上所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会众请起立，我们翻开心灵粮诗选44首，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全能者主宰，清晨欢悦歌咏，高声颂主圣恩。圣哉圣哉圣哉，恩赐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散你真神。圣哉圣哉圣哉，至圣天的主，可以万语经过尘封宝座之前，千万天君天使，天地充满上主，精彩永在我们面。圣哉圣哉圣哉，主为何荣光？耶和华为圣哉，谁与上主抗比？全能之完美，他在天地华。圣哉圣哉圣哉，全能者主宰，全上地下海中万物颂主尊称。圣哉圣哉圣哉，恩赐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散你真神。我们仍然站立，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一
121篇，诗篇121篇，在旧约654页，诗篇121篇。我们照着投影片上面的颜色，我来起，会众来应。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我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一起来，第8节，请。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再一起来祷告，要为非洲的玛丽和国来祷告。他们是一个非洲国家，有90%的信仰是伊斯兰教，5%是基督徒。我们为这个国家的百姓能够更认识我们的基督信仰。我们为凤山卫理堂教会事工复兴来祷告，让凤山卫理堂成为当地更多人的祝福，让他们在当地做光做盐。求主上帝赐福，求上帝赐予智慧与聪明，给执政掌权者，带领台湾的人民有更安定的生活。为教会的各样事工来代祷，让儿童青少年都能够有美好的品格与造就，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对教会的服事有负担，有愿做的心。圣灵充满着我们，天天来渴慕神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仰。主啊，我们的信，但是我们信却信的不足，求主来怜悯我们，更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主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灵更加的洁净，加添我们更多的力量，使神的智慧历练我们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孩子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用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本周的第一经课记载于创世纪旧约第12章1至4节。第1节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祝福你的，我必诅咒他；真正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记载于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1至17节。下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1节起，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尼哥德慕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或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德慕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以上是神的话语。翻开罗马书第4章，罗马书第4章，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4章第1到5节，13到17，由我来攻读。罗马书第4章，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上帝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再看第13节，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嗣，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班献诗。今天要献的诗歌是六福的确据。
美。今天正道是蔡伟文牧师，要我们正道的题目是信就赚道，信就赚道。请蔡牧师。有福的确据，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信耶稣多久的时间，也许你信耶稣一段时间了，也许你刚信耶稣。那牧师要问大家一件事情是：你有没有确据？你有没有信仰的确据？你有没有永生的把握？你知不知道你信的是谁？你能不能够知道你所信的是让你可以能够承受那个极大的祝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而不是只有在世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很多人常常在电线杆上面看到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我们知道在世上肉体的生命，我们一定有一天会毁坏。但是你有没有那个永生的把握？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在天上，在上帝那里，上帝为我预备了一个家，那个家是永远不会废去的，是永远存在的。我有那样的把握跟确据。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你的信仰要让你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虽然没有看见，但是仍然是相信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有确据的人，虽然没有看见，但是我仍然是相信的。愿上帝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在礼拜天的早上可以一起来敬拜。那牧师要先跟大家做一点说明，是本来今天应该是要有圣餐礼拜，那我们的卫理会在下个礼拜是70周年的时间，所以刚好满了70年的时候，我们会跟其他的教区，会跟其他的教会一起来做礼拜。那下礼拜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会用直播的方式来跟北部的教会、跟中部的教会一起来做礼拜。那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本来是应该要发圣餐的时间，那总会70周年由总会这边来做主导，然后我们会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来发圣餐。所以我们跟其他的地区的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教区的弟兄姐妹，我们同一个时间来做礼拜，同一个时间来发圣餐，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卫理公会70年在台湾设立的这样的时间。70年也许不算长，但是也不是短的时间。70年可以让一个年轻的孩子变成一个老人家。70年也可以让一个这个公司或是集团或者是机构能够成长，当然也可能会有衰退的时候。无论我们在这70年内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包括我们荣光堂也经历过很多在这70年当中所经历到的一些事情。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年纪，在2年后，先跟大家做预告，在2年后我们荣光堂也60岁了。60年我们设在这个地方，60年我们在这块土地上，60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没有白占了地土？我们是不是在这边有一些事情是让这个社区、让这个城市、让这个所在的地方的人感受到我们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你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你不是只有来听牧师讲道。其实很多人以为说做礼拜只是来听牧师讲道，其实错了。牧师要告诉大家，你要献上为祭给上帝的时候，你应该注意些什么？过去的祭司在献祭的时候，为什么要有教导？因为要教导我们正确的献祭的态度，还有正确的一个服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跟行为是什么。所以牧师的角色是要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样把你自己献上为祭给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做礼拜，真正的祭物不是你的金钱，真正的祭物也不是你看得到的这一切，真正的祭物是你自己。愿上帝帮助我们，你来到教会里，你要把自己献上为祭给上帝，你要把自己献在上帝的面前。你不是要去拿金钱来奉献而已，而是你全然的献上。
有很多人误会教会说，教会要常常要收11奉献，要有一些奉献是为了什么？其实并不是为了真的要得到这样的金钱。当然，你的金钱会做很好的使用，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你的金钱也代表你这个人在上帝面前的献上。真正要献的是你这个人，所以不是只有把金钱投在你的奉献箱里，而是要把你的这个人就放在你的奉献箱里面。所以新约圣经里面不是只有11奉献，新约圣经里讲的是全然的献上。所以罗马书里面特别有提到，在11章的地方特别提到，要将自己献上为祭，成为活祭献给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每一天有没有成为活祭献在上帝的面前？你有没有把自己当成是我是祭物献在上帝的面前？应当是圣洁的，应当是上帝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你会做菜，你会这个在厨房里面，特别很多妈妈们，我相信如果你拿到那个烂苹果，或者是拿到一个不好的食材，你绝对不会要它的。所以你一定要的是一个好的食材，你要的是一个可以吃的，是可以对你身体有益有帮助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献给上帝，你要献什么？在上帝的面前，最好的献祭是把自己当成祭物献在上帝的面前。但是我们自己是否是成为圣洁，成为合乎上帝所喜悦的？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学的功课。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做礼拜的时候重新反省跟思想。为了什么我要来到教会里面？为了什么我要来做礼拜？我要献什么在上帝的面前？愿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讲到悔改各位，我们在讲台上的桌巾，各位有看到现在已经换成是紫色的。在教会的颜色里面，在教会的节期的颜色里面，紫色代表的是悔改、认罪跟等候的意思。所以各位知道，在一年当中，我们有2个节期会换上紫色的桌巾。各位知道是哪2个节期？知道吗？一个是在现在这个叫做大斋节期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在预备圣诞节的时候。各位还有印象吗？去年有没有在圣诞节前的那一段时间叫什么？降临期。降临期也会有换上紫色的这个桌巾。为的是让我们等候、警醒等候跟预备主的临到跟降临。那同样的，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紫色的一个认罪悔改的颜色，让我们能够在40天当中的大斋期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有一些时间可以思想我们在哪些地方有得罪上帝、有得罪人的。虽然我们可能会有这一些的不好的地方，然而上帝常常给我们有机会，透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重新有再开始的机会。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40天，我们不是只有知道这个大斋期，而是知道这个大斋期的意义要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跟这个思考在这里面。我们有得罪上帝、有得罪人的，这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去与人和睦、与人和好。重要的是你要跟上帝和好。如果你没有跟上帝和好，那么你要跟人和好是困难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跟人和好，但是要先回来跟上帝做和好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然而跟上帝和好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上帝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来的。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前几天，我想各位应该都过得相当好，因为这个有好几天的连假。然后当然连假后有人要补班，或者是有一些人会要去补这个时间，所以有很多人会喜欢放假，但是不喜欢去补班。那特别有一些人透过放假之后就回到自己的老家，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让自己的爸爸妈妈来疼爱。我不晓得大家在这个节期当中，你是否有回到家去跟爸爸妈妈见面，或是跟自己的家人见面，回到你的娘家，回到你的老家，
让你的父母亲可以跟你有美好的相处，让你的家人跟你有美好的见面。那回到家里面，我相信大家都是很放松跟自然的哈。如果各位看一下这个图片哈，你会发现有很强大的对比，有没有？去到婆家的时候，非常的谨慎啊，都怕人家怎么看我，这个婆婆怎么看我。但是回到娘家的时候，哇，沙发一躺，哇，这个吃零食，整个脸都变了。这个其实是事实，为什么？因为回到家里面是放松的，回到家里这是我的家，所以我要回到家里面，我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去过我的生活。但是在外面，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怎么样？哎呀，怕人家怎么看我，怕婆家怎么看我，怕先生，怕这个谁怎么看我。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是，我们在别的地方是不自在的，但是回到家里是自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教会是上帝的家，那么我们应该是回娘家。每一个礼拜天，你要回到你的娘家，回到你的上帝的家，然后在那里来享受与上帝美好的亲密。我不是说你要正经800，像那个这个在佛家这个部分一样，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在这边撒泼或者是这个只有享受没有付出，并不是。你回到家里面，你会知道那是一个放松，那是一个让你身心都能够得到舒畅的时候。在桃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她这样说，她说她每一次来到做礼拜的时候，她都觉得好像回到娘家一样。她说她的娘家已经没有了，老爹也年纪很大了，都在安养中心里面，所以她只能够去看看自己的老爸。但是呢，其他的兄弟姐妹也都不在了，所以她没有真正的娘家。反而是回到教会里面，回到礼拜堂里面，他说这是我的娘家，而且甚至我跟我的弟兄姐妹、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见面的时间，还比跟我的家人的见面的次数还要更多。所以你有没有回到上帝的家里面去看到，我可以跟我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相处快乐，我们能够在这里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美好的丰富。虽然可能有些时候像这个丑态百出，但是这是我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礼拜堂、荣光堂是不是你的家？你愿不愿意在你的家庭当中，你可以在这里享受，你可以在这里有生活一切所有的美好，但是你愿不愿意在这个家里面看到我是属于这个家里的一份子？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是属于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每一个人都是属于这个家庭的一份子，让我们都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家庭里面，能够看到彼此的帮补需要，能够看到有孩子回到家里面，有我们的兄弟姐妹回到家里面，我们是欢喜快乐的。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圣经非常的这个特别，说特别也不是特别，因为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信是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信的上帝也是看不见的，但是你看不见，但是你却仍要相信他。这个要极大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民间信仰的这些的朋友的话，如果你身边还有一些人他们是其他信仰的，你会发现他们至少有个神明，有个偶像，有个神像，就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你没有。当你没有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确定你所信的，还有你能够知道你所信的是真实的？使徒保罗写了这个罗马书，但是各位千万不要以为罗马教会是保罗去建立的，没有。保罗去建立的，虽然有在欧洲建立教会，但是罗马的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保罗那时候去也没有到罗马的教会去，他在写这个信的时候也没有去到罗马。那时候他是想要去罗马，但是呢，我不晓得是不是保罗觉得他的那个旅费不够所以用官方的方式把他送到这个罗马去受刑或者是受审判，然后以至于可以到皇帝面前来告御状，不知道。但是至少你可以知道一个事情是，保罗是很希望能够到罗马的教会去帮助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那边有很多的犹太人，也有很多的非犹太人，他们组成了这个罗马的教会。特别是各位知道，古代的罗马是帝国的首都，所以各色人种都有。你可以想象一个事情是，如果今天荣光堂里面每一种族群都有，我们不但有东南亚的族群，我们也有原住民，我们有新住民，我们有这些的
这个金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都在我们这边聚会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场景是什么？所以保罗去到罗马的教会的时候，要告诉他们什么样才是我们当中共同的东西。所谓共同的东西，就是不论你是犹太人，不论你是这个非犹太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信。不是靠着你的行为，因为犹太人最夸口的就是我们有一部律法书，所以我们照着律法去行。但是如果没有的人，你怎么办？你要信什么？所以保罗把信仰的根基重新的再告诉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不是去按照律法去行的，因为你的得救、你的蒙恩是得到上帝的恩惠，而不是因为你做了些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民间信仰，包括不一定是民间信仰，包括很多人的概念里面都是无功不受禄，或者是我们要做功德才能够跟上帝换神明换些什么。然而基督教信仰告诉你，你不用做任何的事情，只要信，你就可以得着了。这是很难能够去理解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其实创世纪里面早就已经提到亚伯拉罕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他白白的得到了这样的诚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3节的地方，今天经文第3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第3节，一起念来。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没有信什么，没有任何的行为行动可以拿来夸口的。亚伯拉罕的老家在这个中东的这个乌尔的地方，靠近伊朗那个地方，靠近伊拉克的地方。他从那个老家出去到迦南地的地方，他其实在这当中，他只是一个流浪者，他没有任何的产业。然而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是，他说上帝告诉他说，以后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那样的无数的时候，他就相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去相信一个好像看不到、摸不到，然后你好像也没有办法去抓到的这样的东西，但是你相信一定会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是什么？犹太人定义说信心是什么？他们说信心是坚持跟持续不断。我依旧相信，仍然相信，即使环境各方面不是按照我想象的，但是我仍然相信这个是上帝所应许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单纯的相信，他相信这是上帝要预备给他的地方，这是上帝要预备给他的子孙，虽然他现在还看不见。那时候亚伯拉罕才不过有第一个孩子，叫做以实玛利。生以实玛利的时候还是人为加工的，知道吗？什么叫人为加工？知道吗？上帝说你要有孩子，但是他以为说上帝要我去透过别人来成就这个事情，因为太太不能够生育，所以我就找夏甲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各位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在帮上帝加工，知道吗？帮上帝加什么工？上帝应许这个，所以我来帮忙上帝做一点事情，这样好像让上帝的应许可以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上帝没有要你去加工什么，上帝要亚伯拉罕单纯的就是相信，他的时间到，他就会成就这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是要去帮上帝加工，而是要去忍耐跟等候神的时间来到。不是我们自己去做什么，而是我们等候上帝为我们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是反过来，是以为我要为上帝做什么，其实是上帝在为我们做什么。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信仰的等待跟等候是需要的。我们需要等候上帝的工作的时间，而不是我们去帮上帝加工些什么。所以亚伯拉罕在他的信里面，他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仍然相信，当上帝告诉他说你要有这个孩子，而且是要从你的太太从撒拉生的，他就这样的相信。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有指望。对他来讲，这确实是困难的。以生理上来说，一个100岁的老人家是不可能生孩子的，一个90岁的老妈妈是不可能生孩子的。然而在那个时间点，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应许，亚伯拉罕就单纯的就相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仰会不会让你单纯的相信，还是你的信仰里面掺杂很多的疑惑、怀疑，
或甚至以为我还有很多东西我还不够，还有很多的东西事情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常常在听讲道的时候都听到信的人凡事都能，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相信？跟各位讲过一个实际上的案例。以前我们在台北卫理堂的时候有过一个姐妹，她还没有受洗的那一年，她刚要受洗的，她要在这个圣诞节要受洗，她还没受洗前，然后她在这个礼拜堂外面看到我在外面发单张的时候，她问我说：“牧师你在做什么？”我说：“我正在发单张，邀请这个弟兄姐妹来，邀请这个社区朋友来教会里面来参加圣诞节的聚会。”她说：“好，牧师，我跟你一起发。”还没受洗哦，还没受洗。他说：“牧师，我跟你一起发单张。”好，我觉得很感动哇！你看他还这个在人家停摩托车停在那个红绿灯的时候，他赶紧上前去邀约邀请。第二年的时候，他已经受洗完了。第二年的时候，如法炮制一样，圣诞节到了，然后我去外面发单张，然后我看到他经过的时候，他是偷偷摸摸的从我的旁边走过去。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你之前去年不是跟我一起发单张吗？你怎么现在偷偷摸摸的从旁边过去？”他说：“牧师，我很怕别人问我，万一他问我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那我怎么办？那我是不是就会丢脸出丑？所以我不敢去发单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没有受洗前，你知道的应该会比受洗后要少吧？受洗之后，你会受到很多的造就跟装备，然而却是你在受洗前，哇，好热心哦，愿意发单张，好啊。可是当你信主之后，你受洗之后，反而让你更不敢往前踏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要往前走，不要退后，听得懂意思吗？信心是要往前走的，不要退后的。当然，各位如果有机会看到旧约圣经里面的话，各位知道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各位如果看那个约书亚记的时候，知道约书亚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做一件事情是，祭司要抬着约柜，然后进到约旦河里面。如果你看圣经的话，那个时候约旦河是仗义两岸的，它是那个时候是正在水量很大的时候，你知道很不小心就会被冲走了。你知道祭司要去把约柜抬进水里面的时候，那个要凭信心的。我要扛东西，然后又要踏进那个约旦河里面的时候，那个是要有信心的。他们还没有看到约旦河的水停了，他们要先把脚先伸到水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叫信心。如果他没有下去的话，他恐怕就过不了约旦河。大家还一直在约旦河外，一直在那里等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相信有指望。上帝的工作超过我们的想象跟期待。亚伯拉罕没有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你将要有，你将要有。”对亚伯拉罕来说，他的信心，他要抓住的是上帝应许有就有。这是一个太困难的情况。当他没有孩子，而且只有生一个以撒的时候，如果你看圣经里面，上帝还要求他把以撒要献为祭，连以撒都没了，那我还有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不断在挑战我们，是否我们愿意凭着信心冒险去跨越那个无法理解的地方？很多事情我们无法理解，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路，上帝知道我们的路径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5节。这个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上帝看他为怎么样？第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5节，一起念来。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没有圣经呢，还没有那个摩西五经，摩西都还在很后面，还没有出生，他连圣经都没有。但是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说话算话，我就信了。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说话算话，所以上帝也算他为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不一定圣经懂很多，也许你的圣经知识没有很多，但是你只有一个事情可以做的，就是唯有完全的信靠跟相信。
很多人以为说我们要靠着行为去称义啊，比如说啊，我们要读很多圣经，我要祷告很多时间。当然，牧师不是叫你不要读圣经祷告，千万不要误会。你读圣经祷告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你跟上帝亲近的管道，这是你跟上帝亲近的途径。但是不是被要求的？你知道很多人被要求是律法性的要求，你一天要读10章圣经，你一天要祷告1个小时，不是被要求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爱上帝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喜欢读上帝的话；如果你爱上帝的话，你会喜欢每一天跟上帝有祷告的时间，不是被要求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要求就不美了。如果今天在律法里面的要求就不美了，因为你要被要求很多很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信是什么？信就是我很自然的，我愿意去承受跟承接这些事情，因为这是我愿意的。被迫的跟愿意的那是不一样的。上帝因着亚伯拉罕的信，他说这是义人，上帝算他为义。他说这是义人，不是因为他读很多圣经，不是他祷告很多时间，而是他相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有没有让你与上帝更加的亲近？我曾经讲过一个案例，就是在嘉义的时候，在嘉义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跑来问我，他说：“牧师，以前我们在蓝坛教会的时候，嘉义曾经开拓过一个蓝坛的教会。然后他说，在蓝坛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以前的传道告诉我说，你要上完108课。108课，你才可以成为基督徒，才可以受洗。”他说：“真的，我要上这么多课才可以受洗吗？”我跟这个弟兄讲说：“亲爱的弟兄，其实你不要上108课，你要上的只有1课。那一课是什么？信心的功课。你信了没有？你信了就得着了，你信就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1课抵108课，为什么？你如果上了108课，但是你没有信心，还是死的，还是没有用的。信心只有一个功课，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跟相信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说他就是义人了。所以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讲，信的人凡事都能，但是你信了没有？你有没有相信他？即使你可能这个不是你的方式，不是你的路径，但是你仍然相信上帝的路是对的。有信的人才能够凡事都能，不是我们自己去加工帮上帝做那个事情，凡事都能，不是，是有信的人，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背景，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好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往后看的话，在罗马书的后面的地方就提到了，再往后面的地方就提到，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了。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人，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死了。这是上帝的安排，不是我们去加工，不是我们去求上帝的饶恕赦免，用我们的行为，而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来饶恕跟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个身份极其重要。很多人轻看基督徒的这个位分，其实基督徒这个身份是相当重要的位分。我们能够领受从天上属天而来的那个美好的应许跟产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相信在天上你有一个美好的产业，这个是上帝要给你的，而且不是只有在天上，在地上你就已经享受在上帝要赐给你的100倍。因为耶稣曾经应许门徒这样说，他说为了天国的缘故去舍弃这一切的，在世上你要得到100倍的这样一个祝福。上帝帮助我们，不单是我们要得着属天的，在地上的祝福我们也有。虽然看起来我们是给出去的，然而我们要得着的不单是属天的，也是属地上的祝福。一个基督徒不是只有礼拜天来做礼拜，而是我们怎么样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你的生命都在代表耶稣基督，你的出门都代表耶稣基督，你所在的地方都代表耶稣基督。你的邻居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从哪里看到？从你的身上。你的身边的人从哪里看到耶稣？从你的身上。你的家人从哪里看到耶稣？从你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就是像耶稣的人，一个像耶稣的人，我们活出来是像耶稣的样式，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3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13节。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只有犹太人，是信的人都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祝福。1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3节，一起念来。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得着这世界，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而是凭着信，上帝给我们成为这样的义。不是我们能够去拿什么跟上帝交换，上帝知道我们换不了任何的东西，任何人都一样，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修行到什么道行，我就可以过关，我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师母昨天他们礼拜五的时候，他们有上这个摩西五经的课程。那上个学期他们是上释经学的课程。那师母后来跟我分享一个事情，她说在课堂当中，虽然他的成绩各方面没有达到很理想，但是老师说你过关了，就过关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谁有这个权利可以告诉你过关了？只有老师才有权利告诉你过关了。只有谁告诉你你可以得到这样的义？只有上帝才可以给你这样的义，不是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过不了那个关，但是唯有上帝说我们过关了就过关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不是我们的义，是上帝的义。所以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即使窘迫的环境当中，上帝永远是良善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上帝永远对你是良善的，对你的带领是良善的，对你所引领的每一个路径都是良善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抱怨上帝说，上帝你为什么把我放在那个路径里，把我放在那个状况里，把我放在那个环境里。上帝永远是良善的，虽然我们不知道。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凭信心来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每一条路都与我们有益，都是与我们有益的。有时候他让你受苦，有时候他让你经历一些的事情，但是都与我们有益，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上帝永远是良善的。希伯来书里面说，不但是信有上帝，而且要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愿上帝带领我们，上帝是乐意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14节说，若是属乎律法才为后嗣，那么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要凭着行为才能称义的话，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凭信心进入这个应许里面。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要行律法，那么我们每一天要读摩西律法，每一天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每天都要去按照这个律法去行。上帝没有要我们做这个，他说开了一条路。如果你看这个第5章之前的经文的话，他说上帝特别的施恩，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路径去走。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去银行或者去邮局办过事情。如果各位有机会的话，你知道有时候如果邮局人太多的时候，你知道邮局的窗口有时候会做什么事情，知道吗？会贴一个告示，上面说这里叫快速窗口。如果你有2件以下的这个要办的事情的话，你可以通过快速窗口去办这个事情，不用等到那个抽号码牌。听得懂那个意思吗？抽号码牌是什么？你就要在那边等候啊。等到时间到了才换你啊！好，那快速窗口是什么？我很快就可以办完了，我就丢到那个快速窗口去，很快就可以处理完我的事情，我就不用再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这个，开了一条不一样的路，让你可以透过这个快速的窗口去处理了这些的事情，而不是一直在那边等着那一张纸号码到你的时候，你才去那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凭信心相信这个快速窗口，它就是可以去的。很多人在那边等待跟犹豫，你知道第一次我去看到那个快速窗口，很犹豫，我到底要不要换过去？因为排队的人很多，那我如果换过去的话，会不会到时候又要回来这边又排不到队了？其实并不会的，快速窗口就是告诉你，它很快都可以处理完。如果你要在那个旧的地方，你就要一直等在那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快速窗口，上帝给我们开了快速窗口的路，凭着信心，你可以进到这个路径的里面。
所以信心是跟相信上帝的良善是接在一起的，接在一起的。上帝是良善，是信实的，他是良善的，他不会对我们有害，他不会伤害我们。所以信心是跟良善，上帝的良善是接在一起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6节的地方，上帝应许这些信的人也要成为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成为义的这样的路径。1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6节，一起念来。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信上帝，上帝就将这样的义也一样赐给我们。这是上帝的应许，不是要去寻求律法的路，而是要去走信心的路。这是定然上帝所预备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路，是上帝预备的应许的路，不是要再去努力去做什么，而是我们等候上帝所为我们预备跟成就的一切。所以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能够得着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路径，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得着富有尊荣，还有这一切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赏赐。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的不是一个行为的路径，而是透过信的路径，信就得着了。所以17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在这一章的结论里面提到这样的事情。1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7节，一起念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不但是对信的人做多国的父，他也对那些凭着律法的人做多国的父。不论是在信的人，或者是按照律法的人，亚伯拉罕都成为他们的父，以至于上帝的公义就在这里成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用再成为那个遵守律法的。当我们凭信心来做的时候，当我们凭信心来行的时候，上帝就给我们开这条路，使我们能够成为义的。所以诗篇里面提到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的人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带领我们走这样的一条新的路，不是要按照律法要求的行为，不是被要求的，而是我能够成为一个愿意跟随主的道路，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凭着信，我们得着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恩。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信心是经验上帝的旨意是好的。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说，上帝是窑匠，他是陶匠，我们是泥土，无论我们怎么样都随着他来塑造。如果我们相信的话，上帝要塑造我们，就全然信靠他，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信心的经验是上帝的旨意都是好的，无论他带领我们往什么样的路径去走。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离开家乡的时候，不是因为他去的地方比他的家乡要更好，没有，他去的那个迦南地是拓荒的地方，他在的家乡是乌尔那个城市，他要从那个发达的地方到一个要去开拓的地方，那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上帝让他从那里经历很多很多的事，包括他碰到人家不欢迎他，包括他碰到这些地方发生饥荒，他甚至要去求助于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也许透过很多的环境在塑造我们，但是他是陶匠，我们是泥土，随着他来塑造我们。信心是经历上帝的事实做人的经历，所以愿上帝带领我们，上帝的事实他要做的事情让我们去经历到，就是我们从信心里面去看到的功课。所以无论各样的环境当中，都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约瑟，约瑟他被兄弟出卖的时候，或许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他被自己的这个老板娘出卖了，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他后来关到监狱里面，又被这个酒政跟善长也出卖了，没有放他出来，这也是一个痛苦的事情。然而上帝透过这样的事情，居然有一天让他能够成为埃及的宰相。当他的兄弟们害怕
约瑟会报复的时候，约瑟居然说：“上帝的旨意是好的。你们虽然不好，你们的心虽然不好，但是上帝的旨意是好的。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路径，安排了让约瑟预备好这个地方，让饥荒的时候他的家庭能够被救回来，能够在埃及地能够有地方可以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看起来不好的，其实要成就的是美好的事，在约瑟的经验的里面。第二个，我们看到信心是经验上帝的恩手不放开。所以，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在那个困境里面很难过、很难处困难的地方。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还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就这样的信靠跟相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各位刚刚听到那个邮局，对不对？各位，如果你自己有邮局的存款簿，假设我是说假设，当然我也没有那么多了啊。假设比如说，如果你的邮局存款簿里面告诉你你有10万块，虽然你看不到10万块，但是你会相信10万块一定在。为什么？因为那个存簿告诉你。你为什么会相信？你看不到啊，你看不到10万块在哪里，但是你的信心在哪里？因为那个存款簿告诉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上帝所应许的，但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信上帝要给我们的就是这么丰富。愿上帝带领我们，信心是经验上帝的恩手，是不放开的。所以一切所有的美好都从上帝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信仰当中去经历上帝带领我们的经验跟美好。他的手从来不放开的。或许你会觉得不稳、不安全、很担心。对亚伯拉罕来说，那更是，因为他没看到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每天看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但是他的子孙就没有那么多。他每天看到都是没有。当他还在等孩子的时候，各位知道亚伯拉罕他是改过名字的，知道吗？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叫什么，知道吗？亚伯兰，对不对？亚伯兰原本的意思是父亲是崇高的。他的父亲可能希望说这个孩子以后会尊崇他。好，但是各位知道亚伯兰改名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名字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多国的父，多国的父。然后撒来改成撒拉，知道撒拉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多国的母亲。你知道每一天他们夫妻要彼此称呼，多国的父亲，你是多国的母亲。那要信心的，那个很扎心的。我连孩子都没有，但是我每一天要告诉他说：“你是多国的父，你是多国的母亲。”是很刺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然而，信心就是相信上帝必然成就这个事情。从一个孩子这样接续下来，他所得着的很多很多，超过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太多太多他的子孙。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还没有看到，还没有亲眼看到，他凭着信心就这样相信。也许你有很多事情你还没有看到，凭信心，用信心的眼睛去相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三个，信心是经验上帝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上帝应许我们，他应许给我们的义是永不改变的。当我们的事交托在上帝手中的时候，要信靠他，而且他会成全这一切的事情。诗篇37篇第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段话我相信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即使如果你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在你的里面，即使你有亚伯拉罕的血脉在你的身上，也是没有益处的。所以这个才是今天的重点。告诉大家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今天即使是犹太人的后裔，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你没有信心，那么你仍然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我们不是血缘上有犹太人的血统，但是如果我们凭信心，那么我们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是信心的儿女，是上帝所看为义的，是好的这一群儿女。没有信心有血脉，但是有信心虽然不是这个血脉的人，但是我们是按着亚伯拉罕的这样的行为去行的，这样的人就得着称义了。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将福分之应许赐给他的百姓，好让他们在施行典章的时候得享他的同在，并他的赐福。愿上帝带领我们凭信心相信上帝已经把这样的祝福已经赐给我们，
他要给我们的是那个还在追求的，还拿不到的，但是我们凭着信就得着了。所以最后要跟大家的一个分享就是，我们在疫情当中，很多人都叫做超前部署啊。那其实我们的信心就是超前部署，信心就是超前去看到上帝的作为，信心是超前去看到上帝要做的事情。亚伯拉罕超前的看到了上帝给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的多，信心是超前部署看到上帝的作为。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凭信心得着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成为信心儿女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的信一样，他凭着信，主你就算他为义。我们这些凭着信心的人，我们也这样的成为主这个信心的后嗣。愿你恩待我们，让所应许的这样的义，所应许的福分也赐给我们。谢谢你，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族群，我们有各种不同的人在这当中，但是让我们都凭着信，在基督里，我们一同成为后嗣，一同成为上帝的儿女。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你的样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家人们，你信了吗？相信信主的人凡事都能。所以今天牧师说，信就赚到。回应诗歌，会众请起立，我们翻开心灵粮诗选465，心灵粮诗选465首。我知所信的是谁？我们一起同声大声的唱。我真不知神的奇恩为何临到我身，我也不知不堪入我为何人梦寻找。因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一切也深信他实在是能。和我所信托他的，都全被直到那日。我真不知我的心如何进入我心，我也不知何以行变这一个信息，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被知道那日。我真不知生命如何引人知道的国。使人接他为主，为我深信所是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被知道那日。我真不知我的虔诚是苦，我也不知为谁是海，让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被知道那日。我不知何到底我将经过死谷，我向空中念主，为我深
能，保守我所寄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仍然站立，来做奉献的祷告。也请司献的同工请到台前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财物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将一点的金钱奉献在作为教会的事工所需。孩子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会众请起立。问安差遣礼，用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彼此的问安。我们唱完一次以后呢，大家彼此来问候。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有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享彼此问安。教会事工的消息报告，我们请翻开我们的周报。今天有新朋友吗？欢迎今日实体跟线上聚会的新朋友们，愿上帝祝福你们。
今天主日的会后还会有小组长的会议，那请小组长们到时候到哪一间教室？好，205教室，不好意思，小组长们请到205教室来开会。我们看第4个，总会70周年在3月12号的上午10点来举行全国直播周年纪念礼拜，所以当天我们是用视讯来做主日的敬拜，那当日也会领圣餐，请为这样的事工来代祷。我们看第5项是后半段有一个教会呢，之后我们有决定就不开放爱宴来供应。那第8项，我们主日后有成人主日学，我们现在已经都开课了，所以在11点40跟12点到12点20，我们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时间允许，欢迎你选择一个课程，一起来装备，一起来造就。我们的课程有诗歌欣赏，是由我们的白发王子们跟天一兄还有卢军老师一起带领，在1楼的副堂。那五小经卷是由邵文兄在201教室，那以佛所书是在5楼，由周老师来带。那我们非常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将你的时间特别分别出来，然后参加我们教会里面这样丰富的一个成人主日的课程。第9个项目是我们的红本门徒，牧师也将要来开课。那预备是在每周3的晚上7点到9点，那是从4月19号开始上课。如果各位还没有上过红本门徒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希望欢迎你们能够一起来参加，因为这个是我们卫理公会很基本的一个信徒的一个装备课程，非常的完整，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有参加过红本门徒。我们原则上有红本、绿本，也有更高的但基本上就是要有红本门徒的训练，所以还没参加过的弟兄姐妹，希望你能够把握机会，在每周3的晚上7点到9点，你们能报名的就赶快，今天有这个心动，赶快跟干事们报名。我们第11项是制服学院在3月20号要开课，那我相信大家有看到这样的宣传单。如果我们可以的话，这也是我们服事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将这个宣传单，你可以带1张去跟你认识的朋友，把这样的福音跟这个好消息传给他们。那我们3月20要开课，这边有10几个课程都很棒，而且这些老师真的非常的用心，所以我希望大家，你们会问说，我们要什么服事？社区怎么服事？这个就是最好的服事。希望大家能够手上拿1张单张到你的社区或者你的邻居跟他邀请。结果是什么？我们交给上帝。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行动，就已经踏出了第1步。我希望我们这个活动是全教会一起来发动。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个单张是在我们的1楼柜台，所以我们的干事也很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宣传这样的活动，这是我们教会一起活动。所以你不能参加制服的课程没关系，但是你可以在这个时间邀请朋友来参加，把这样的事工我们放在祷告中。好，我们再看第12项，今天在1楼有以诺书房，有摆设书籍跟用品，那我们欢迎弟兄姐妹可以去参考购买。那另外我们补充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事工干事一直希望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摆上来，为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服事能够有一些负担。所以如果你不管你是希望你在招待、奉献，或者你要私会也可以啦，私会牧师会训练，只要任何你有负担的，你希望你能够在教会服事，
那你可以到干事那边去做登记，因为我们接下来5月份我们也会安排训练课程，那我们很需要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参与教会的任何一项的侍奉，那这就是我们真正像家人一样，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把这个教会当成一个家，一起把时间能够摆上。好，那这是我们刚刚干事希望我们在这边特别补充的。所以如果你有感动，你觉得我可以做招待，那你就跟干事登记一下，说你可以做招待，或者说我可以做司线，那你就做司线。而你可以数钱，那你就来写数钱也没关系，因为我们还是有需要出纳的同工。其实我们教会很多的事工都需要大家的参与。那你希望诗班，那你可以加入诗班，这都可以写。那因为我们教会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人手。好，这是补充说明。好，那以下是那个为我们所有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的肢体代祷，那我就不一一在这里面。但是如果大家可以有时间，我们每天可以把他们的名字提名，帮他们代祷。好，弟兄姐妹，谢谢我们的司会的这个报告啊。那我们确实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教会当自己的家。那我相信，如果是在你的家里面，如果灯泡坏掉，或者是一些地方需要打扫整理，那么这个是家，我们就可以自己来动手做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没有参与过任何的服事，我们可以尝试着做这样的一个参与。那很多弟兄姐妹会来到教会里面说，这个桌椅已经摆好啦，这个灯光各方面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摆设好。其实是有很多人在背后的服事，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所以大家都只有看到在台上跟台前的，没有看到在台后跟台下的。其实要做很多的预备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来看到这样的事情。如果你的负担上面可以的，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服事跟参与。好，那牧师要补充，就是我们在这个主日前，我们有一个这个号角的吹奏。那可能我们当中有新朋友不太知道为什么会有号角队的这样的出现那如果按照圣经旧约里面的话，旧约圣经里面吹号角是表示招聚我们的这个会众的意思所以就跟如果在欧洲的话，如果你有看过欧洲的教堂，有一些教堂上面会有钟楼，就是做礼拜的时候会有敲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提醒跟警醒说我们要预备要来做礼拜了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礼拜的程序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好，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是直播的这个做礼拜，也就是弟兄姐妹在这边，然后我们是跟台北的这个总会还有台北卫理堂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礼拜的所以一样礼拜天的时间，请大家一样来做礼拜。那所有的程序就是按照这个总会的70周年的礼拜程序来进行那我们会在这个当中，我们也会有圣餐礼拜。那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也预备心来参加这个直播的70周年的礼拜。那虽然还没有到，是在下个礼拜，但是牧师要告诉大家一个事情是，70年我们的卫理会在台湾，其实我们确实有亏欠。我们的荣光堂再过2年也是60周年，我们确实都有亏欠我们亏欠了很多福音的债。那求主怜悯，让我们70年能够重新的反省再出发虽然福音来到台湾已经有超过150年的时间，如果从荷兰时期算起的话，至少有400年的时间，但是我们都欠了在这块土地上的福音的债。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70年之后，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出发，能够重新的反省之后悔改之后，求上帝给我们有机会在下一个阶段下一个时间里面，我们能够急起直追，能够来得回这些属灵的产业。愿上帝祝福我们所以请下个礼拜弟兄姐妹能够来到这边跟我们一起做礼拜。那附带说明就是因为总会要盖宣教大楼，所以他们期待教会的做礼拜的这个主日奉献是要给这个总会来做支持这个宣教大楼的建造使用。
所以这个要先跟大家做一点说明。但是你的11奉献跟你的指定奉献或是感恩奉献不会受影响所以一样你可以写11指定或是感恩奉献，一样可以奉献。那只有在主日奉献的这个部分是要给总会的部分来做这样的一个建宣教大楼的使用所以说明告知弟兄姐妹就是主日礼拜的我们的奉献是会给总会做这个宣教大楼的建造的使用谢谢。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第4页有每日研经读经的进度。我们这个礼拜是读马可福音，那我们每日研经释义的第4季可以开始订购。所以如果弟兄姐妹还没有需要买书的，你可以到干事那边做登记，或跟小组长做登记。那我们第4季也会为大家第3季，我讲错了，第3季2季。第2季我知道4到6月份的，那就是第2季的部分。如果大家有需要书籍的，如果你觉得你买书有负担的，没有关系，你登记，我们教会会有人奉献。所以我们只要大家愿意读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努力造就。好，这是补充说明。会众请起立，3、1动。普天之下，万国闻名，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让我们常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使人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会众请坐。我们在订阅中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跟教会的事工一起代祷。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跟牧师来联络，为你们祷告。